做得更好，过得更好。亲爱的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婉哦，欢迎你收看《台南向前行》。台南向前行这个节目是由咱台南市政府制作，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让咱的乡亲朋友大家对着咱台南市政府各局处的业务做一个了解，同时嘛要来跟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着咱台南市政府上新的资讯加活动，欢迎收看。咱今日要讲的主题是班班有冷气。还有咱学校午餐的中央厨房化哈，那么这要一开始，咱先来看一个影片，听看市长要甲咱讲什么。为着要互校园有更舒适的环境，25号日头早，市长会提告教局长郑兴辉做伙来到北区的开元国小，实早电力的改善，还有冷气的装修。热天阁要来到，市长非常的关心每一班拢有冷气的政策，爱确实来执行，希望当互学生有舒适自在的学习环境。我们家户去买冷气都要去重新把那110变成220了哈，那更何况是整个学校的一个大的电力供应系统。所以不管是电力管理系统或是配电，整个都要重新弄，绝对不是只是买冷气而已。那所以说我们这个非常感谢我们，除了感谢中央，也感谢我们教育局的执行力，在很短的时间内，而且那个时候是全国一起启动。全国一起启动的意思是什么？这是变成卖方市场，就是厂商你台南市不买，我卖给云林好了，我卖给。所以说大家一方面去抢，不是要说抢，需要努力去争取经费，也要争取货源那也要争取水电工程。所以说在很短的时间内把它做好，而且现在测试一切都很好。那所以说在今年的4、5月，4、5月的时候，天气开始变暖的时候，甚至变热的时候，冷气就可以比较好的这个运作冷气系统。各中各小的电力系统改善，还有冷气的装饰是目前重要的施政项目。台南市得到教育部补助经费29亿外，电力改善还有冷气的装饰已经完成。在今年110年度的热天，大家都会当有冷气会当吹。另外，市府为着要营运装饰冷气，需要关窗仔门，所以把传统的粉笔全部拢换成水擦粉笔，避免老师和学生用传统的粉笔会对身体不好。因为关起来，门窗关起来开冷气，会碰到一个情形，就是老师如果写粉笔，那个灰尘那粉笔灰会四处飞扬，那擦完以后就已经就是很多粉笔灰，那所以说用这种水溶性的粉笔它又不是这种刚刚提到了，不是那种白板笔大家闻到会有味道，那是有机溶剂，对身体很不好的，所以说我们又不是用那种部分所以用这种水擦粉笔，那也水擦的这个粉笔写在这个白板上，那大家对老师对学生来讲这更安全。当然以后大家用平板呢，用触控了，写板书的机会少了，但是有时候还是会需要用到的，所以还是保障大家的健康。市府会继续积极协助学校充实各项的设备，除了丰富学生的学习资源以外，嘛会让学生的学习环境打造愈来愈好。那么咱知影市长伊竞选的这个口号是做得更好，过得更好除了讲咱一般的民众爱做得更好，过得更好以外，咱的这个学生囡仔伫学校读册的这个当中呢，我咧想，唔是较简单市长，咱爸母嘛拢望讲咱的囡仔伫学校读册的这个当中呢，会当过得更好伫这个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会当顺利啦那么咱知影每一当若是到热天的时阵，这温度足悬的。足热的咱现在呢广告用要40度我咧想，不管是咱大人或者是囡仔拢无法度来忍受这种的这个天气。那么伫2当前咱行政院长呢就有来讲到讲到要伫2当了后要互咱全国的这个学校内底中小学拢会让班班有冷气啦那么2当的这个时间已经要到其实咱台南市政府呢。伊嘛快马加鞭无到2当的这个时间，就来完成班班有冷气的这个政策啦那么另外就是囡仔伫学校这个当中呢，除了生活教育以外，因的这个营养
健康嘛最重要的。那么伫这个当中呢，咱校伫中央厨房要互咱的这个囡仔伫因的这个午餐当中会当搁较营养而且呢生活伊的这个身体会当搁较健康。所以呢，咱市政府教育局呢伫这个中央厨房这个部分，伊嘛做认真的吼。那么伫这当中，咱今仔日邀请到2位贵宾，要来甲咱的乡亲朋友来讲着咱台南市政府要安怎来用上紧的这个时间来达标啦吼。那么第一位是咱永续校园的这个简文达科长，科长你好。美丽的主持人以及各位观众，大家好。是，另外第2位是咱学府校安科的这个科长陈宗阳科长。美丽的圆圆姐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是，那么好多咱讲到班班有冷气我嘛爱甲咱这个教育局咱永续校园科科长加甲拍拍手因为还不到2年的时间，迄阵我会记院长伊讲出来的政策是2档嘛2档了后就是今年的这个热天，但是咱今麦已经完成，已经达标啊一家爱恭喜你们那么伫这个当中咱是不是甲咱乡亲朋友各甲过去咱所议长伊讲的这个班班有冷气的政策，甲咱的乡亲朋友过来报告一下好不好？这班班用冷气的政策呢，就是在我们台南市白河区的白河国小这边来宣布的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在白河国小来宣布呢？也要在老王自夸一下，我们台南市在我们校舍拆除重建，是做得最好的。那院长他就这样思考，那我们学生的学习环境安全了，那接下来我们来强化我们学生的学习舒适度，所以才会衍生这个班班有冷气的政策，让我们的学习环境也可以继续舒适下去。让我们不分城乡，各个班级的孩子都是有冷气可以来吹，让他们学习不再滴汗如雨这样子。那我们在刚圆圆姐这边有谈到，我们台南市在去年的12月底就已经把我们冷气全部都装完了那电力也完成改善了。那这个任务呢，它最主要有几个困难点因为我们老旧的电力系统它的那个负荷量不够或者是说它的线路凌乱有不安全的疑虑，所以我们在装设冷气的之前呢，我们必须要把学校的电力系统全部都整顿一下，不然我们如果电力系统太老旧，学校使用对会有安全性的问题啦。所以我们在院长，我还记得那天也是我主办的活动我们7月6号那天院长一宣布完，我们7月跟8月，我们教育局就我们永续校园科的所有伙伴就开始动起来，全部动起来，到所有282所学校呢，去看他们电力系统如何，那去盘点我们也结合了检验业者、电气承装业者、电力技师，一起到学校体检他们的电力系统，了解他们该如何做改善。那我们立即的也在完成我们电力改善的发包。那我们也在去年度的5月决选出5家冷气厂商，那我们过程中都戮力一心啦，就是要让我们孩子在今年度可以完成吹冷气这件事。我们也要预留一些时间让我们来做压力测试啦、试运转，所以我们去年度12月就已经完成了电力改善跟冷气安装。在我们今年度2月28号的时候呢，也所有的学校都完成测通跟试运转，所以这整个任务呢，也都是整个所有的全市的总务伙伴都是非常辛苦的这样子。是。那么当然啦，有这冷气互咱的囡仔伫这学习的这当中，因会更较轻松啦那么伊的学习的效率应该会更较好但是有这个问题来啦这嘛不是较简单一间的所有的中小学拢有那冷气哇，那这样子的话。电就是一个问题啦那么这个电怎么办呢？它怎么来呢？免它因应呢？还有电费，电费这个也是一个也是口也是问题。对，那么咱是不是要请科长跟咱说明一下？好那我们跟台电这边讨论班班有冷气政策呢，是不会造成我们台南用电上面的问题因为我们在讨论后呢，我们了解到了，其实我们台南甚至应该是台湾。整个在使用电的高峰期是在傍晚跟晚间这段时间因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房间都会开冷气，那我们到白天的话，是我们大家都在上班上学，是一个空间一起使用冷气所以在使用冷气上面用电不是高峰。那我们
也是在想着我们来如何解决这个，一起来协力解决用电的问题啦。所以我们也大力在推展我们太阳光电的装设。那我们现在每一个学校的屋顶呢，我们都要装设太阳光电以外，我们还推动太阳光电球场跟太阳光电车棚。那这个是什么东西？自己产电。对，它这个东西是我们让厂商来盖，我们不用花钱。我们只要把屋顶给它做太阳光电。那这是一个双赢的政策啊。那厂商可以有空间可以卖太阳光电，那我们这边不仅产电，我们又可以得到一个免费取得一个光电球场跟光电车棚。那目前我们已经发包完成115 MW， 那其中有90个光电球场了，球场是由厂商无偿回馈的，48个停车棚也是由厂商这边回馈的啊，是一个很大的效益。那刚刚谈到电费怎么办呢？我们也在思考这个问题，跟国教署也开会了好多次。那我们如果我们使用者付费的话，会遇到一个问题是，我偏乡的孩子怎么办？我偏向一个班级可能才3个孩子，对啊，那我这样电费缴起来之贵。那如果我今天用城乡弥平的概念，让城市收了钱缴到偏乡去，那有城市的家长可能又会有一点疑虑这样子哦。所以我们在多方思考跟国教讨论之后呢，所有我们孩子使用冷气所需要的费用，政府这边来买单啦。那我们不要去影响到孩子使用上的权益，影响到他使用上的舒适度，这样子。是。那么咱即摆有一个矛盾，就是讲，当然有冷气，大家拢知影做舒服啊。可是冷气带来这个问题，就是节能减碳我们可能会有冲突啦哈。那么这部分，咱教育学家按怎来应用？那这个部分我们也是跟我们我旁边的好伙伴我们中央科长这边因为他负责我们环境节能减碳的部分，那我们这边是装冷气，那我们一起来讨论说，我们装设冷气会增加多少排碳量啊？我们算出来是大概1.7万吨。那我们在去年度我们种了3000棵树木，我们在种树上面呢也是全台湾数1数2的可见我们台南市是非常重视环境的议题那我种了3000棵树，我就可以相对可以减1.8万吨的排碳量了所以这样来说，我们比我们刚刚冷气所增加的就已经稀释掉了。那我们前面所谈到的太阳光电那它其实减碳，其实我们一般的发电是会增加碳排量，但是我用太阳光电的话，它碳排量就会减少回来。所以我太阳光电发电的部分，我115 MW， 我也可以减少大概约莫8.1万吨的碳排量。所以我们在整体计算来说呢，我们不管用电或者是排碳量的部分，我们都已经达到平衡甚至还为我们台湾多贡献了一些电啊多减了一些排碳量。所以我们这个政策呢，整个配套措施也是跟教育部国教署一起来完成也减少对环境的影响那我们应该已经没有对环境的影响了，我们是做得更好，真的是诚如我们整个节目的主题这样子。他拄啊，咱是咱永续校园科长咱简文达科长来甲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着，咱班班有冷气这个政策，而且班班有冷气了后，咱对着这个节能减碳呢，咱阁有啥物种的因应措施？我咧相信呢，咱的乡亲朋友拢听得足详细啦，嘛足了解。那么继续，咱要过来讲一个主题，就是咱的学校这个午餐有一个中央厨房化那么这个中央厨房化，到底伊的目的是啥物回来？咱现在嘛要甲咱乡亲朋友来做伙开讲这个议题啦那么呢，咱今摆先来看一下影片，听看市长讲什么。能够来到我们南华国小，那作为一个午餐厨房的一个中央厨房的一个新建工程，总共这个午餐厨房要花费3500万元，3500万元。但是我们也希望说这样子的话能够提升我们同学的午餐品质，因为它作为一个中心学校能够供应周边学校的这个营养午餐，那让孩子都有新鲜的热腾腾的午餐可以吃，不需要再去叫便当。那这样子在营养上，在美味上会做得更好，在成本上也会有效的降低。那这样可以说是创造多赢。那我们希望很多农产品、食品都是地产地销，那也希望说借着这样的一个部分能够既提升学童的品质，也活络地产地销的经济，那也能够让这个营养跟美味都兼顾。
那么咱知影吼，囡仔伫学校内底咧学习的这当中呢，咱除了讲，互因有一个学习的这较好的空间甲环境以外啦吼，因的这个健康，这嘛是吼爸母啊的一种吼愿望吼，希望讲囡仔吼会当安尼吼健健康康的长大吼。那么这嘛是咱市长吼伊这个施政的这个方向啊吼啊，咱教育局呢配合着咱市长的这个目标吼，伊嘛真认真吼咧打造吼一个好的环境，加一个吼，互咱囡仔会当吼成长快乐的一个空间啊。那么他拄啊，咱即马咧讲的这个议题就是哈啦，学校午餐的这个中央厨房化啦哈。那么到底是安怎？咱有这个中央厨房化的这个政策的，咱即马吼就邀请咱的陈宗阳科长吼，学府校安科陈宗阳科长来给咱年轻朋友做介绍，好不好？谢谢这些演员美丽的主持人哈。那我想，这个囡仔食食的问题，我想应该是每一位家长拢足关心囡仔伫学校读册的一个意见啊吼。那这唔只家长，我所按做者市民朋友，也是咱民意代表，对着这囡仔学校午餐的品质、囡仔健康的问题，拢互阮做者指导。所以，阮规个市政府吼，伫个市长上任以后，就是甲学校这个营养午餐。营养教育的问题，算是咱教育政策的重要的一个项目。所以，阮教育局嘛是承接着市长吼对囡仔这个食食问题的重视，我嘛开始来诊断这个问题。阮一个目标其实足单纯吼，就是希望囡仔食了好，那家长安心。因为毕竟这囡仔拢是咱未来国家的主人翁啦吼，所以这个食食的问题，按有这个义务、这个责任，该管理好，做个较好。其实讲到这个午餐咧做的时阵，其实拢是一个成本的问题吼。那阮为虾米要来讲到这个中央厨房的这个议题，就是讲，咱台南市的281间学校内底有119间，算是无满100人的小校。那其实这小校，咱会当去想象一个问题，就是讲学校细间，成本会相对会较悬吼。第一，伊买到这个食材就少，有诶，按所讲诶，学校可能离市区较远，可能交通就无方便，所以要得到这食材诶交通成本，这拢是会造成咱家长诶负担。搁另外一个足重要诶问题，就是讲，咱学校毋管大细间，学校内底工课就是拢遮多。那相对讲，学校较细间，咱诶行政人员，也是讲这老师吼，相对人数也较少，但是伊负担诶工课共款遮多。所以，阮讲就是讲，希望透过这个行政整合的过程，甲这人数扣哇，咱的需求多，食材的需求变多。那我想，厂商愿意甲这食材送来到咱较远的学校，意愿嘛会提悬。那第二就是，这个工课每一间学校午餐拢爱食，这个工课是一定拢爱做的。那是毋是甲集中起来，互阮有限的人员来办这件重要的工课？所以讲，这两方面是阮。对着市长的这个政策，足用力的咧塞这个偏乡养畜整合这个工课，一个足大背后咧支持的力量哦。咱就是整合资源啊，吼，一个较有效率，而且吼，咱的小朋友得到的营养都一样啦哈。那么吼，讲到这中央厨房，咱今晚目前推广这个政策的时阵哈，目前的状况是安怎？我想讲到这个中央厨房的政策，我感觉这是按算会当讲台南经验啦吼，变成全国来学习的一个政策典范。其实咱台南市足早进前伫咧做这个行政整合的工课，当迄当阵是小部分的学校咧做这个试验咧试办，但是慢慢办，其实办了学校加入这个中央厨房的这个校数，相对愈来愈多。那么照着讲，咱去年的4月初1行政院。嘛参考着咱台南的这个中央厨房的这个政策对外宣布，变成一个全国的政策。那我想市长嘛是表示真欢迎啦因为这是一个地方咧施政上真好的经验，会当拖做全国的一个好的政策。所以咱台南嘛真积极这对咱来讲嘛是算一个优势因为咱做了算较头前，所以真有经验。所以伫即届的中央厨房，咱有争取着24间。要来做这个中央厨房的这个改善的这个工程所以阮总共有争取到4亿4千万的补助经费。那有4间是要起全新的厨房，
那有20间，要来改善旧的厨房，搁改较好的，内底设备也好，空间也好，照明、通风等等，互迄个环境变好以外，我想不管是安尼囡仔食食的品质有提升，内底做辛苦的厨师和营养师，大家人的工作环境嘛拢会当变好。这其实拢是规个整体食品安全、囡仔食食安全的品质的提升。我想，这个政策嘛，真感谢市长的支持。我想这对着家长、市民应该嘛是拢非常的认同啊。是，那么讲到这小朋友的一些营养午餐啊，有一个较伤脑筋的问题就是讲，囡仔做挑食偏食啊，但是咱的一个设计哈，一个美味哈、可口的这佳肴口音哈，感觉讲这个想要吃到嘴巴里面哈，被挑食啊哈，还有就是讲哈，咱要营养均衡啊哈，顾及到小孩子成长的过程需要的这个营养哈，还有一点哈，这我在想爸爸妈妈嘛做重视的就是伊的食安问题啦哈，因为你不管讲多好啦哈，讲个什么山珍海味，如果这个食安是有疑虑的话，我在想父母也不一定要吃，让小朋友吃那个山珍海味啦哈。那么的确食安部分呢，咱教育局安那把关。是啊，我想安尼午餐拄则有讲到中央厨房是按规个学校营养午餐运作的一个行政整合模式嘛。那阮有3个目标要达成，第一就是互囡仔食了好，第二希望囡仔知影要食，啊上尾就是按圆圆主持人讲的。家长会放心，会安心。阮第一讲的，要怎互囡仔知影要怎食，所以阮有算全国第1个吼。阮透过营养书，那甲加重要的营养知识，我们就是把每一个观念拢拍做差不多3分钟的影片。那大概应用会利用到囡仔食午餐进前的迄个有一个烂芳的时间，透过老师来播这个影片，3分钟，一个观念。互囡仔知影哦，什么是健康，什么是好食的。那阮有分做6个大主题，这6大主题会当去夹着学校每一日的营养午餐的菜单。就比如我今仔日是食猪肉，阮就有相关交这肉品有关系的影片。其实囡仔就是爱看影片，对着伊的餐盘有这个肉，伊当去做一个连接，伊就知影我是咧食什么物件，食这物件对我身体有什么好处。透过这个观念，慢慢互囡仔建立一个较正确的食食的观念嘛吼。那第2个部分就是讲，阮嘛有透过这个专业人员的这个把关，所以阮将拢有针对40班以上的学校，然后拢有编制营养师。拄则所讲的偏乡的这个午餐厨房整合起来，我嘛拢会配这个营养师。透过营养师，伊会设计这个专业的菜单，互这个学校的厨师来这个煮食。上重要是，阮将全部的实在的资讯拢是公开透明的，所以阮拢放伫教育部的食材登录平台，迄个平台是全面拢会使看的。所以学校买什么食材，向啥买，食什么物件，当月当日的菜单，全部的家长民众拢会当去帮咱看。这是阮对这个食材的把关，所以阮有信心，所以阮唔敢大家来嫌。吸引小朋友来吃均衡的食物哈，这是咱教育局最用心的部分啊。对，咱想我会记得以前细汉咱看那个拍拍噔噔噔噔噔噔，那个是那个美国他们好像说为了小孩子不喜欢吃菠菜，然后去拍一个影片，让小朋友鼓励小朋友去吃菠菜啦那么咱伫这个部分咱市政府咱教育国家嘛最用心啦用一寡影片来吸引小孩子吃他们不喜欢吃的这个食物啦咱现在已经不是那种压迫教育，说你不行，你一定要给我吃。我也记得我小时候不喜欢吃红萝卜，老师就叫我一定要吃，可是我吃得很痛苦那么用几个看游戏啊，是讲小孩子他们比较有兴趣的东西来吸引他们来吃我很喜欢这是咱今嘛教育的这个趋势啦那么讲到在中央厨房的这个做法咱台南市政府这边已经是全国示范这个区域啦这嘛是爱甲咱教育局再来做肯定啦那么能够有什么配套措施？我想阮相关的这个配套因为要甲这个学校午餐的品质顾好。只有教育局的力量其实无够，所以阮交卫生单位、农政单位，阮有一个3级品管的这个机制第一级的品管就是学校的午餐执行秘书，还是营养师。学校午餐第1关爱品管，第2关就是由阮的教育局，阮的每一个月上少每一间学校拢会去抽一摆，
抽一摆有啥物缺点，阮会甲学校来讲。那有的学校可能暂时无营养师的编制，阮的营养师嘛拢有划辅导区，辅导区伊嘛咱去向这学校来宣导这种午餐管理、厨房管理的这个正确的观念。那阮每一年的暑假，嘛拢有针对学校的午餐的执行秘书、营养师，阮拢有开专业的课程、安全卫生课程。18点钟的研习课程，这拢有做这方面的加强。啊，上重要就是市府的团队共同合作，所以卫生单位、农政单位甚至环保局、经发局，大家拢共同针对这个午餐的食品也好，厨余的回收也好，也是讲咱的食用油的来源控管也好，大家拢有一个真好的合作的机制，共同来为着囡仔身体健康做一个把关。啊，我想要嘛向咱全部的市民朋友，啊个圆圆主持人做一个报告吼。阮当要110学年度开始，阮的中央厨房的政策安尼规划落来，阮有62派学校，拢会受到遮偏乡的学校，会受到咱这较大间学校来照顾。那将近73000个囡仔会受到咱中央厨房的照顾。我想这个规个行政整合的成效，阮会当讲是6都内底表现上好的。这嘛是市长局长大力支持，这个政策较得会到这个好的成绩。啊嘛，借这个机会，向咱的市民朋友、全部的家长来做一个说明。嘿，咱今仔看到两位优秀的科长因伫这工作当中拢足认真来达到咱市政府市长的这个政策来努力达标啦但咱像咱如果咱讲的班班有冷气，本来咱行政院长伊的意思是2人啦但是咱科长家1点半我们就完成了那么伫咧学校午餐的这个中央厨房化，咱即马台南市政府教育局的这个中央厨房化嘛，必成是咱全国的这个示范区域啦这表示讲我们这个青年有为的科长大家都做认真的那么最后啦咱用一寡时间2位再做个结语好吧，科长。谢谢主持人。那我们班班有冷气政策，那同时啊，那刚刚有谈到，那我们不仅有种树，又有做太阳光电。那最重要的是这一次呢，也在行政院这边也把我们能源管理系统也纳入我们整体的装置计划里面。那我们总务处可以看到我们各个班级的用电反应，用了多少电，那全校用了多少电来去做分析跟检讨。那我教育局也可以看到所有学校的用电情形那学校也可以看到每个班级冷气是否有开，才不会有说我忘记关一台冷气，造成用电负荷很大。那在这边也再次的感谢我们黄伟哲市长那他知道我们有班班有冷气政策之后呢，他也立即的来请我们盘点学校有什么样的需求，那也支持教育局这边来协助学校购买这无粉尘的水擦粉笔。那学校冷气窗户关起来，冷气吹下去的时候，那我们班班有冷气用的粉笔让它没有灰尘让也让我们学校在使用冷气的时候更有好空气这样子谢谢黄伟哲市长跟院长这边来帮学生来营造好的舒适环境。是，那么我们陈宗阳科长也做个结语。好，我想这个学生的营养午餐的品质是全民最重视的一个议题，所以在市长的政策一个率领之下，我想教育局、学校全部的师长，阮大家拢会尽心尽力，把这件工作做好。嘛是囡仔食了好，家长会安心。嘛希望这个来提升咱的教育品质，所以这部分教育局交全部的学校同仁，大家一起来努力。若是嘛希望按全民来监督学校的午餐的品质，照顾到咱的后一代。是，今仔感谢咱教育局谢文达科长，还有咱陈宗阳科长来甲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咱班班有冷气甲学校午餐中央厨房化的这个政策那么嘛，感谢咱乡亲朋友你的收看台南向前行，我是婉婉咱下次见